每一天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5，申命记8章一直安尼讲：今仔日我所命令恁一切诫命，恁着切实遵行，互恁通活，人数加添真济，入去承接上主立誓应允要互恁列祖的地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通活来承接应允的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是主爱的天父，你是我命的主宰，你是阮一生所倚靠的。主啊，我们用敬畏的心来敬拜你，也要用谦卑的心来倚靠你。主啊，求你指示阮永活的路，互阮行伫你的心意，也伫逐样的事顶面来应显你的名。主啊，我的心全无听候你的话。主啊，你的话互阮要欢喜，将伊藏伫心内。今仔日你所命令阮一切诫命，阮要切实遵行，你就要互阮通活，人数加添真济，入去承接你立誓应允要互阮列祖的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